睇到睇唔到，睇到睇唔到，睇到睇唔到，唔係靠彩數。打機剪片睇唔到，戴隱形眼鏡 ？No， 我咁靚仔，冇理由俾副眼鏡遮住我個樣啩。經過大量嘅資料搜集，我發現好多明星同 KOL 都會去做矯視。究竟點解咧？我決定去調查一下。距離醫生返工時間仲有半個鐘，我要喺呢段時間搜集證據。呢部咪係用嚟做 SmilePro 激光矯視手術蔡司嘅 Visual Max 88？傷口都只係約3mm，每盞激光程序都只係需要10秒，全程唔通，成個過程只係大約20分鐘，做完就可以即刻返屋企。經過深入嘅調查，真相只有一個，SmilePro 激光矯視都只係10秒鐘嘅激光。咁我以後就唔使再戴眼鏡咁唔方便啦，我去做矯視啦。綜上文，我哋可以呢邊檢查啦。做完第2日就可以睇得翻嘢，唔使再戴眼鏡戴 con 啦。